挤，快起，要不要拍一下？快起，你要拍一下。跟大家被拍摄。来，谢谢。一起，来，嘉义的大小事，因为呢。来，我们会骑也来了。服务这个施工哈，来，请准备好我们民众、我们的乡亲拍照完之后，接着通过我们的嘉义总服务处，我们大家庭的伙伴，我们要一起来跟我们的主席、跟我们的主席哈来合照哈。